缅甸内战视频，怎么看都是我们小时候打弹弓战的水平，大吼大叫，胡乱射击。区别只是我们小时候的武器是弹弓和石头瓦片，而他们的武器是能杀人的枪。这些兵是哪派的也不知道，穿便装或许是缅甸的人民保卫军，他们穿的防弹背心，里面装的不知道是木板还是硬纸板。没有紧张和危险场面，射击也是毫无目标。要说摆拍，却又传来激烈的枪声，哪来那么多子弹？也不知道谁和谁打，在哪里？懂缅语的缅甸华人朋友来解释一下。